在2026年的高速數位經濟中，基礎設施的選擇是連整個品牌聲譽的基石。選擇理想的網頁寄存供應商，需要一種務實的轉變，即從追求無限空間的營銷噱頭，轉向可衡量的性能指標。一個視覺精美但技術遲緩的網站是負債而非資產。在 WebCorix， 我們認為專業的網頁設計必須與工業級的寄存服務相匹配，以確保每一次用戶交互都保持流暢且可靠。在選擇過程中，最關鍵的因素應包括 TTFB 首字節時間、運作時間保證、Uptime 以及伺服器的地理分佈。一個響應式設計網站只有在伺服器能在200毫秒內傳輸資產時，才能讓用戶感到真正的靈動。此外，隨住企業整合複雜的金融科技案例級後端與 Stripe 或 Salesforce 等企業級 API， 對託管式安全與自動擴展的需求變得至關重要。鏈的技術架構性能取決於支撐它的硬體，因此投資 NVMe 存儲與 CDN 整合已不再是可選項。從電子商務系統營銷的角度來看，寄存在本質上是一個直接的排名信號。Google 的 AI 爬蟲會優先考慮表現穩定且速度快的網站，這意味着您的主機選擇會直接影響您的自然可見度。我們的過往案例中，許多客戶在從通用型共享主機遷移到我們優化的高可用性環境後，Cello 表現立即得到了改善。可靠性不僅是技術規格，更是向客戶傳遞的一個信任信號，表明您的業務始終在線。歸根結底，選擇網頁寄存商是一個影響品牌長青的戰略決策。專業的關於我們網頁開發需要一個提供主動支持與每日備份的寄存夥伴。如果您目前的網站經常宕機或加載緩慢，現在就是聯絡我們討論遷移到更穩健環境的時候。在 WebCox， 我們為您的數位夢想提供穩固的基石。